这是我的泰式按摩店，我开在中立，然后在这边开好像有4年多了，做按摩已经10几年了，14、15年了吧，对。然后我早上起来都会先起来打扫，先整理环境这样。然后师傅他们来上班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工作。疫情影响嘛，多少会有一点，但是也还好啦，还过得去。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อูปิงหลงเป็นคนไทยแต่งมาที่ไต้หวันได้22 ปีตอนนี้อยู่ที่จงลี่เปิดร้านนวดไทยแผนโบราณค่ะ可以啊你在干嘛？没有，我在画画。在画什么？画素描。是啊。早餐吃了吗？吃了。弟弟在干嘛？翻平板。这样很亮啊。不够亮，眼睛会坏掉啊。你肚子饿吗？要吃东西吗？要不要吃东西？不吃。这个是我女儿，然后这个是我最小的儿子，平常就很少了，1个月来个1、2次。可以进去吗？可以。你在干嘛？在打游戏啊。为什么不开亮一点？这灯会不开亮一点？都开亮了。你没有做功课吗？没有啊。那个窗户要开一开，通风一下。好啊。这个是我大儿子，对，所以他们平常假日就是这样子。对我教育方式比较让他们轻松一点，因为我小的时候被逼得很紧，就是我父母亲管得很严，我觉得说孩子要让他们是有自己发挥，就不想让他们像我以前的那样子，经常被你不能去哪里哪里。但是我会跟孩子讲说要去哪里要跟妈妈说，然后回家几点，想要做什么直接讲，不用说什么事情都不敢讲这样。那等一下上去找我老公，我先生，今天在上晚班，起床了没？对。对，我先生。嘿，你好。你好。紧张。来，我看我拿。那去那边不就有咖啡喝了？现在想喝。现在都不爱我。如果他放假的话，就会说：“哎，我们去哪里走走啊？”因为我们白天出来玩，晚上都还是回去可以做生意啊。应该说我们2个好像都是闲不住的人，都很喜欢往外跑。对啊，在家里反而感觉更累啊。对啊，像我心情不好，也说老公，我们去台北走一走，就开车去台北绕一绕就回来这样。我们2个人很好啊，
一个很安静，一个很爱讲话，很好。他比较安静，我比较活泼，然后我会跟他讲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说我不喜欢过老夫老妻的感觉。然后我老公会通常叫我阿花，因为我有时候会在他面前跳跳舞啊，讲话啊，这样怎么样？有时候会逗他说：“哎，老公，我漂不漂亮啊？”这样，他就说：“你很阿花。”这样。大家在看有点可怕，是不是？对，我感觉有点可怕。如果说你恩爱的话，出去走一走啊，牵牵手。因为我觉得我很羡慕老人家，手牵手一起去散步啊，还是去买东西，这样去市场，我觉得蛮羡慕这种画面。要拍照吗？帮你拍。帮你拍呢。不要。那时候应该就是看他一个人蛮努力的吧，然后想说需要人家去关心他吧，所以我就想说，哎，情人节他好像也没有人送他礼物，就送给他一个礼物。后来就认识之后就，因为我住在附近嘛，所以就常常去跟他那个关照他的那个生意啊，常常去按摩这样子。我刚点错了，点这好像女生喝的。你又不爱喝，你你不能喝，不能喝咖啡。不会，你是女生，你是老婆，我是老公。好。好。都在家里就好。然后我老公那一段时间就是算是蛮关心、蛮照顾我。有一次我妈生病啊，然后我也没有开口说，哎，我没有想的是怎样，他就是直接领6万块给我。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他也是不讲话，然后就是默默的去帮忙，就是我需要什么要去办什么事情，他就是带我去。这种人就是说，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出手帮你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出手帮忙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对呀。快点，是吧？是。吃苦瓜。是。好吃，但是很有罪恶感。不会啦，胖一点。是甜，嘴巴比较甜。像我父母当初也等于说不太认同嘛，毕竟我老婆也是算是外籍的，因为老人家嘛比较会想比较多啦，对啊。像我们那个乡下地方，很多那个娶那个越南的常常都跑掉啊，还是会担心啊，这一点是他们比较担心的，对啊。然后我就说服他们啊，说你应该相信你儿子的眼光，我认定的老婆应该是不会差的这样。这样会痛吗？有一点哦。你这边好紧啊。泰式就是用找经络，中式、台式的做按穴道，所以就不一样，对。然后泰式它有拉筋，就比较会放松啊。一般人就是说都没什么运动，就要帮忙拉筋这样。很多客人就说没有。嘴巴张开，没有运动啊，就会来按摩，因为按摩就是被动的，把你筋啊肌肉放松这样。而且台湾的客人啊，一般都是背部跟腰比较会容易酸痛，所以我们像在台湾的背部按的比较久一点，比较实际一点。我那时候是因为工厂开始慢慢的没有加班，
然后因为收入也要钱嘛，因为2万多块，就夫妻4万多块是不够花的，因为我要养2个孩子，要交房租。然后我去上课的时候，我朋友就是同学啊，就我会问他说你做什么工作，他就说他做按摩。我说薪水是多少？他说4、5万是不少的。对，因为以前生意算蛮好的，我才开始叫我朋友带我去应征，然后应该是说我先带我老公去按摩，看看说哎按摩人家是这样做，因为我以前也不知道说按摩是什么样，没有去按摩过。我开始学做按摩的时候28岁，开始创业的时候30岁出头。这样会太小力吗？太大力，哦。我先在台湾学过，然后再回泰国学。其实，在泰国还是跟台湾学，其实大同小异，这动作比较不一样而已。可是到最后，我也是用台湾的方式，因为台湾人很不喜欢拉筋，泰国拉筋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还是看个人的需求。我没有说有固定的动作这样，每个客人按跟手法会不一样。哇，你杀好多、哦。嗯。打得怎么样？啊？对怎么样？没有怎样，就那样。啊，就那样咪。啊，画怎么样？很丑。真的、哦？非常丑。啊，室内设计呢？我没有学室内设计啊。哦，在学什么？黄色、哦？对啊，黄色。สวัสดีค่ะ回来了。看楼上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好。拜拜。我们家吃饭比较随性一点，有时候他们自己买，有时候叫外带，有时候店里的师傅煮饭吃，顺便煮他们的这样。平常他们也会下厨，因为小时候有教他们有煮过东西吃这样。吃的部分比较不担心他们。看饭，看饭。他是谁？女朋友？我看。看什么？他都不给我看。我还没看过哎。哦。有没有叫回来吃饭？哦。不错吧？不错吧？有点光啦。说看你们啊。问你呢？不是，决定权都在你身上啦。今天这么乖。不是每都这样吗？不是决定权都在给你吗？哇，真的很大。那时候我为什么会来台湾？可能是那时候没有工作，失业1个月。那时候爸爸也来台湾，好像第4年也是第5年吧。但是我考上是在北部，然后爸爸是在南部。其实那时候来也没有想说要留在台湾来。那时候刚好也是认识我第一任老公，我第二任生2个孩子，1男1女这样。因为我觉得说，我老公他本身很不爱孩子，放在那边他也是没有回来看孩子，他也不会去看，也不会去照顾，不会去关心，所以就把孩子带回去，就带了8、9年吧，才会带回来台湾生活。然后孩子长大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台湾的教育会比较好，因为泰国那边女孩子就是很早结婚。然后男孩子就吸毒啊，不然就小混混啊。我觉得那边的孩子比较不独立。我比较喜欢欣赏台湾的
的教育，就是他孩子就是很金钱的方面还是生活的方面比较独立一点。以前国中不想念书啊，就觉得怕自己可能没工作或者升不了大学，所以对高中人乖乖读书了。哦，真的。真的啊，国中跟高中的不一样没？好，这个就是突然间开窍的讲法，不错。很震惊。那时候爸爸教的时候比较严格一点，没有每一科就9数学。我那时候想法是理解东西比较好赚分数啊，背的东西都靠自己啊。对啊。不教功课的时候，觉得爸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说他人很好，非常好。谁？爹地。怎么说就是，他至少会聊聊天、开玩笑，我觉得很好，就比较放松一点这样。没有，就跟妈妈相处没什么差别。就是他们两个啊，常斗嘴，但是我看得出来是我女儿蛮爱我老公。爱是讲不出来的，是摸不到。他对，你什么时候那么有哲学？我也不知道，我就哦，爱不能用言语表达。你就是这样把妹的，对不对？哎有好不好？我本身有3个孩子，我先生这边有2个，然后一个是在台中读大学，疫情的关系，因为有确诊，所以没办法回来。大哥，你会乱掉吗？不会啊，还好啦。毕竟都有经历到，还好。其实我老公对我孩子真的还蛮亲切的，对。我塞不到，它太高了。房车太高了。后面不往上。我那时候应该是说我不想再结婚了，应该是这样子讲。这个第3任，他觉得没跟我结婚就是没有安全感。然后他也跟我讲说，你以后的未来你权利什么都没有，如果有婚姻在，法律上的那个权利你都会有的。他就是带我去办一些很多东西关于孩子的事情，然后我又看得到说他有付出，不会排斥我的孩子。然后孩子进来他家的时候，就感觉他好像想要叫爸爸的感觉，因为他缺父爱那种感觉，他想要有一个爸爸。棉花那是棉花糖那种啊，那好吃，那个没看过。有啦，你有看过了。爸爸你也吃过嘞。救爸爸的原因是因为想跟他更亲近一点，就是因为以前就是刚去爸爸家的时候就很陌生啊，就做了几个月都想说他人很好，想跟他多那个接触这样。就我们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帮我们处理啊，就会关心我们之类的啊，反正对。爸爸有卫生纸吗？那其实都还好，各有优缺点。我要走心哦。啊？我要走心哦。走心了。玻璃心啊，玻璃心。像他是比较安静啊，所以大部分比较没有那个聊天嘛。他可能是比较想要跟我那边，就是说斗嘴要闹一下，所以比较常跟他聊天。因为我是我规定的。比起我的亲生爸爸，我觉得我爸爸比我亲生爸爸对待的来得更好一些。很感动吧？你好意思说？是啊。谢谢你们记得起来哈。年轻人记性比较好，正常的。没有，我3秒鱼好不好你要7秒，你是3秒。 ？3秒啊。这样不错，生活比较快乐一点。就是我是太安静了。
哪里？这里面。理事长，我来了。好，坐一下。到我们的顾问跟那个常务理事也在，坐一下聊聊天。好，坐一下，坐一下，坐。我说准备打第5季了，真的不要打拜托。这里是新移民妇女关怀协会，然后这边是前任理事长，然后这一位是我们的顾问陈丽珍。对，我们常务理事。然后这边是常务理事。你们在干嘛？嗨，理事长好。等一下我们要先开会，在这里开会，好，然后再去楼下2楼练舞，对，然后4点再来这边上客家话，客家课客家课。10月8号。然后水叶不是。那昨天不是看你们在哪里跳啊？要去哪里表演？因为最早他热心积极，还有讲义气，因为那时候我要办很多有关于泰国文化的活动啊，那我们需要一些泰国姐妹来帮忙，我就请人家帮忙，就是说有泰国姐妹需要的话，就一起来参加。就他非常积极。我们协会有那么多的国籍，不是说找一个新住民出来，因为我们还要请他那个国籍的姐妹啊，一起要服众，这不容易。哎，所以领导能力很重要。我看他召集我们的姐妹，第一个很快速。召集大家愿意嘛？哎，我不是叫你上街，你就跟我上街，你要叫得动啊，对不对？哎，他号召得动啊。大家好，我是吴炳龙，我是现任的理事长。今天是第1次开理监事会，今天很高兴大家能来参加，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这次离职依然是因为大家知道后半年活动相当多嘛。就很多这是有的都是那个市政府的活动要我们协助。比较重要是12月3号、12月4号在阳明公园有办一个移民日2日的活动，那活动内容太复杂了，还在研究当中。我们这个协会成立的蛮早的，在民国97年，因为那时候社会上一般对新住民他们的观念还是有刻板印象，都是叫外籍新娘。因为我一直从事的是妇女权益运动嘛。我觉得对我们不管是来自于哪里，只要来了台湾认同这块土地，都是我们的姐妹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几个就成立了新移民女性关怀协会。我们是以女性关怀，因为那时候我们觉得比较需要帮忙协助，应该女性居多嘛。可以都戴口罩吗？可以，拍照可以都戴口罩。谁拍我变黑，我会生气哦。我是这个印尼的。然后我跟我先生认识也是因为他的工厂跟我老板的工厂有一些合作，对，在认识，也是通过交往后再结婚的。其实坦白说，我们这个年纪，如果不是因为爱情，谁会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呢？对不对？对，是被拐的，大部分都被拐过来。对，被拐过来。那我也是为了爱过来的。当然了，像这位妹妹，她才来2年嘛。那我来14年了，对，所以当初没有想到说会来台湾定居，因为我跟我先生是在深圳认识的，那只是想说认识，然后就是想说来这边生个小孩，然后再回去，结果谁知道就是说来回半年的机票，结果机票都没有用到，然后就不小心就在这里住了14年，对。好的，拍照不要讲话，再一次，刚刚讲话我会叫。往中间一点就不会叫到。对，理事长中间点。对，这样子可以。大哥，你会觉得就是我们有这个协会，其实是对新住民对新住民很有帮助。然后现在我也是在学校，在辅导，就是印尼来台湾的读大学，他们来这边也不会讲国语嘛，就是靠我们的辅导老师在辅导他们，而且有时候经济状况我们还是要出来，不管晚上或早上，对啊。我个人的看法是因为为什么新住民这么就是弱势？我认为是说，第一个是金钱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语言，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以前资讯没这么发达，以前的来台湾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公婆或家人不敢让他们出去外面。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语言不通，因为以前政府没有让他们上课，
没有培训他们，所以没办法沟通，也是有差的，没办法往上爬或是做生意。可是现在资讯很多东西都很发达，然后大家都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所以现在经济能力啊，现在会越来越好，然后新住民越来越厉害。我个人看法就是这样。谢谢努努。谢谢努努。哎呀，很认真。哎呀，谢谢哎呀，辛苦你了。就侄子哦。谢谢。哎呀，来，恭喜恭喜。谢谢理事长，辛苦了。我是第一个。12点多来，没看到你。有谁摸屁股吗？我开始了。好，你尽量。不可爱，讲不听话。我放松了。这个是台湾的师傅，也是我唯一的员工。然后隔壁在按客人的那个是泰国的。有客人都会先给师傅按，然后我自己按手刻这样。太硬了，你要想想按摩是吧？啊？想按一点。要长了一点。你可以要一次放手，不用生气，不能打师傅哦。不会。太硬了。对啊，我是接过来的，我来做按摩4年多了，4年多了。以前都在公司了，现在是按摩比较赚钱。我按摩是那个阿姨教我的，泰国的阿姨教我的。我们按摩那个跟老板娘差不多了，可是我比较喜欢用那边。对，我的上课都比较喜欢按那个指压比较多，要这边用力比较多，这样。老板娘是用手比较多，她是推油比较厉害。我这边很舒服哦。舒服吗？舒服。舒服啊。对，我不怕痛。冰龙老板娘是她有开冰龙那个少一个师傅，然后现在她开店的人那个老点比较多了，她一个人做来不起，我再来帮忙。对，我再来帮忙她。但是骨头她很多了。骨头很多。骨头有开，生意很多了，会放松。刚刚没有听到。还没用力了。做第2任我们是按摩认识，然后第3任也是按摩认识，然后他们也是很支持我说做这个行业，做按摩的行业。我老公也是那时候有问说他会不会吃素，他说也是会了，但是这种东西这种行业就是难免。对，他是说男人嘛，对对，都会。就是有可能会说想聊聊天，聊得开心就会想歪这样子，但是他说我相信你是不会的，他应该也是了解我的个性是什么样的，对，应该是说我喜欢服务业，然后你做按摩虽然说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你当有看到客人不舒服，然后来按，然后他有精神的走出去，你会觉得你有成就感，对呀。然后我觉得这个按摩行业啊，我们遇到不同的工作性质，可以学习很多。因为我以前在工厂啊，连总统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真的，因为我们都使用在工作上。然后我来按客人啊，有时候是医生啊，有时候是老板，他都会慢慢的解释给你听，说，哎，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可以学习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我都还没出力，你说我太有力。这样就好了，不用再出力。哇！
哎，你在看什么？你做什么？看芒草。那个很高哎，要小心一点呢。阿伯现在没有种菜了。比较少了。你在哪里啊？你是种地瓜叶而已啊？地瓜叶啊，昨天来种的。那现在龙青菜没有了吗？龙青菜现在会过期啦。是啊，有时候我会来偷阿北的菜，没有啦。阿北有时候会说：“哎，你们要吃什么？你们可以自己来采这样子。”但是我们几乎都没来采，阿北都采完，然后你看这个花，这个花你看过没有？这个姜黄花，那个很香呢。他们也是很照顾我们啊，好像中秋节他们都送礼呢，我们都不好意思。但是我们这边的那个水啊，都是用它的供应的啦。这个是我种的。那不是那个隔壁那个阿伯种？他是当有个人讲的嘛个情义俊人那个客气的个对待人啦。那就是讲，去有用啥有用啊互动的关系啦。所以讲，像做嘛个其他事情还不下，又做嘛个来练去天数。附近的新住民多吗？有印尼的啦，有泰国的啦，还有大陆妹嘛，真多啊。你大部分跟印尼还多，我没看到辣椒树。那边。阿北那其实阿北我刚来的时候，他也是会来关心。就会来关心，然后我刚好看到他种菜的时候，他说阿北那个水啊都可以用，然后用我其实我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给我吃菜，种菜给我也是怎样，也没有采一采，然后放在门口，我觉得好感动，被照顾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说我们有长辈来照顾那种感觉也不错，然后花。店门口的话都是阿北在帮我种的，没有盆子。我想说怎么去找这么大的花？我就拿一个盆子来，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九重葛啊。这个叫什么？叫什么花？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不知道。对。可是阿北为什么种什么它都会活着啊？会啊，我种什么都活什么。对啊，很奇怪哈。在台湾开车没有泰国的可怕，回去泰国才是真的怕。我们姐妹都开车蛮会开的。来喽 ！Hello， 静静。สวัสดีค่ะ 静静，静静， 你好。สวัสดีค่ะ 你บอกแล้วว่าอย่าเพิ่งห่างเดี๋ยวจะทำให้เขาดูโอ๊ยไม่ฟังเลยว่ะเอาไป今天我们的聚会是有台湾的也有印尼的还有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理事长会一起过去。还有吗？好吃。理事长，我过来台湾3-4年了。我来当好4年级。那你怎么会说客家话？客家话？我老公ไม่ฮักกันอยู่นะ我婆婆ไม่ฮักกันอยู่นะ我妹唔晓得讲国语的。我第一次听到他讲客家话，摸啦不是吗？不是，对。吃饭是什么？吃饭。这个直接打开吧。那个你来介绍一下那个。这个是饼龙做的，这个是饼龙做的。饼龙做两米饼啊。对。这是什么东西？绿绿的，薄荷。对，薄荷啊。好热闹！你们这样多久会聚会一次啊？我们的常去，我们常常去，对呀。
常常都在聚会，他们。我们常常一起啊，印尼的。我们想吃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吃家乡料理就是要聚在一起。用公筷。现在哈，阿爸讲啊，无鸡肉吼，无放派。那就好搞对。这个不用，这是翠玲的私房炒蛋，好吃哦，凉拌的。这也是泰国菜吗？对。好好吃哦。为什么上次没有拿来这个菜给介绍一下？上次没有。没有看过。上次哪里？再有这个。这个菜叫这个混蛋。这个菜色叫什么？混蛋。就凉拌而已啊。菜名叫什么？凉拌柚子。老师要什么？我说你给我一个菜种。不会，老师会说就好了。但是它也可以加其他的虾。我是好像刚搬过来中立才开始介入一些协会啊，还有上课那些。因为以前在巴德就是上班，就是上班，就是回家这样子，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我进去一个泰国的那个协会，他们有说有需要人家要跳舞。然后会跟老公讲说，我可以去学嘛，因为以前我还有去花钱去学跳舞这样子，这个就是免费，我就不用花钱，所以我就进来了，然后进来又出不去，这几年了，3年了吧？对啊。你用完会头，它的酱汁很好吃。太贵了，做糊牛。因为这个要帮忙发动种救援，因为刚好是来做歪路伊个，其中就他甲咧朋友介绍我做事啊，做事就要去上班哦，我来不甲我袂了伊个，我可能听来了垃圾，我变数，安尼什么做得？外屋卡咩安尼？细就安尼啦，懂什么？你是泰国人吗？没，来哈港人。你知道我变泰国人了？对，我们变泰国人。活水算很多年了。哎呦，口水是很多年了。也是的，口水没事也不会讲哈，真的。这样最实在啊。也是的，口水没事也不会讲哈，是真的。哎，当初甲我要娶我老婆的时候，没中央俺妹嘛，泰国人能不能骗钱呢？就是有这样想法。阿忙你都我伊拖转来心球业，要甲处理到好好。我的阿妹接到叫福斯基，福斯呀，连安不在去求阿帅，我叫哎呦，要心球好哦，对呀讲，你卖讲泰国人无，讲好哦，就是这样的想法。婚姻我觉得是合作事业嘛。如果这个事业做得成功，每一个人都希望啊，从头到尾赚钱啊，发达啊。但是如果不行了，我们就止血啊，换一个。而且据我知道啊，秉荣每一段婚姻他都很尽心尽力，不管是扮演妻子或者是母亲或者是媳妇的角色，他都很尽力啊。实在是努力到了尽头了，才会做这样的决定。我觉得很佩服他的勇气。为什么要打姐姐？你不爱姐姐吗？不爱。你就说你要爱姐姐，姐姐才会疼你啊。我要跟他玩啊。只要跟他玩而已。当回没屁用。他爸爸比较不让他过来这边过夜啊，对。所以就不想要去为了这种事情吵，因为到最后都撕破脸更难看这样。所以能带他过来，我觉得已经就可以了。就我那时候也是有一点怕说他们感情不好，因为这样子我是妈妈会比较不能接受这样子，毕竟也希望说孩子能感情也很比较好这样子啊，能一起吃个饭啊，一起玩这样比较好。看了我们就很开心，付出都有代价这样。可以休息了。其实我3个孩子都很心疼，因为我觉得说我是第一个，我是负责生，我根本都没带孩子在身上。
小的时候妈妈的拥抱什么样，他们都不知道。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因为本来是说我妈叫我要带他们2个人回去，但是我觉得说还是会很受伤，好像没人要他们一样，所以就硬要在台湾这样。其实那时候说苦嘛，我觉得苦我是不怕，我是怕说做妈妈的责任怕做不好，因为从小我也没有在妈妈身边，生孩子又没在带孩子，我不知道说妈妈的责任要怎么做。是怕这样子。都不喝水。这瓶水都在喝呢。要多喝水呢。都爱喝水的，最近不喝水也比较容易骂死。为什么？因为他要锻炼，他重训。你真的要进那个排球队啊？我进排球校队啦。是啊。对啊。你怎么会想去打排球？就之前国中就一直在打排球啊。兴趣。其实我那时候对孩子刚开始蛮凶的，就刚开始他刚来台湾的时候，比较不乖，这个会叛逆，这比较会叛逆，然后这个后面才会叛逆。那时候你知道我就跟我先生很扯，我就带他去。走啊，我们去孤儿院。你如果不让我教，你就去孤儿院住，然后叫他收行李。我带你去孤儿院，我就开车绕一圈就回来。那时候他就会怕，因为我觉得这孩子刚开始，应该说我没有没有教育他们，所以长大比较不好教。外公外婆很疼他们这样，所以就那时候我很辛苦了。低头，太低头了啦！你要先煮什么？先煮最麻烦的这个。小力一点，要小心一点。今天应该都在，因为小儿子有回来，可是只有先生的那个小的儿子没有来而已，因为他确诊，所以没办法回来。可以啊，饭面。今天那个谁啊？你先煮啊。全部啊。好吃吗？对，你品尝看看，合不合适？蛋比较好吃。蛋谁煎的？哥哥煎的。就说都是他煮嘛。有啊。我这20年来的3次婚姻。我都不觉得我损失什么东西，我觉得我学习到蛮多东西的。有时候讲到这样问到会哭，但是现在变成好像笑话。我出去外面，哎，你老公在干嘛？你老公在做什么？我就问他，我就开玩笑说，你问第几个老公？我就会这样子讲。你要问清楚，我才会有办法跟其他人讲，就会跟朋友这样开玩笑。其实我现在都会把我的经验去分享给其他人，我觉得反而我可以帮助很多朋友，这样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他听到他在讲说，哦，你怎么对台湾男人还那么有信心？不过他运气很好，现在这位老公真的很好，因为有一次办活动，我们少了一样东西，他一通电话，老公马上补送过来，我们活动都可以顺利进行。我是觉得说，对台湾要有信心，你看还是可以遇到这么好的人。我朋友都很喜欢我老公，因为他们就说，哎，你怎么会去找到这种老公，就很好，都没有说我说一，他没有说不要我，就顺的。然后，哎，老公去帮我朋友干嘛干嘛，他都会去，他都不会说啊不要了还是怎样，他
不会拒绝了。我还要讲什么？忘记了。啊，当然是这样子啊，不然呢？你有什么以前都不跟我讲？啊？有什么以前不跟我讲？以前？小大厨师在用了，这样一起炒。其实我觉得这种生活算蛮满意的，孩子我都看，就在我周边。虽然说要开车去半个小时去载过来一下，也还好啊。看到孩子慢慢长大，我觉得我有成就感。妈妈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他婚姻那是他的生活，可是我觉得他能有新婚姻、新的那个幸福生活，我觉得蛮好的，就他开心我就开心。应该。其实我老婆曾经问我一句话，她说：“我爱她什么？”我曾经跟她讲说：“你的一切，我都全部都接纳，都全部都爱，不管是你的家人还是小孩。”可以吗？哇，这个。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过去就让它过去，我们要往前看，自己的幸福自己要去追求。还是水果，哇，不是甜点。哎，为什么你们都不会笑？吃甜点。吃甜点。来，5、4、3、2。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อุปิงหลงเป็นคนไทยแต่งมาไต้หวัน20 ปี不行สวัสดีค่ะ回来了。这个。哎，不要盯着我看。好了好了。好了。